第23课，耶稣顶十字架。兵仔用刺仔变做冕旒，因将刺仔做的冕旒滴伫耶稣的头壳，因去笑字讲：看，伊的头壳有滴刺仔的冕旒，又穿红色的衫。看，伊是犹太人的王。兵仔拢用手宣字，因讲：看，犹太人的王在滴刺仔的冕旒。对耶稣的头壳会打流，刺仔的冕旒互耶稣的头壳流血出来。兵仔就带耶稣去十字架的所在，因叫耶稣徛家己的十字架。伊徛十字架时，伊跋倒，兵仔叫别人徛伊的十字架。真侪人走来看人徛十字架，真侪人走来看耶稣经过声。真侪附近人被哭，因被哭，因为因疼耶稣。耶稣看见因哭的时，伊讲：妇人人啊，恁唔通为我哭，恁着为着恁家己的囝儿来哭。总是遮个附近人了被哭，便点带耶稣到一个所在，叫做各各他。各各他是一个山。各各他就是伫耶路撒冷的外边，各各他就是因顶歹人伫十字架的所在。遮个边顶爬去各各他的山顶，因伫遐搭耶稣顶伫十字架，因顶耶稣的两只手，因顶伊的两只骹，血对伊的手流出来，血对伊的骹流出来。边顶搁顶两个人伫十字架。因是歹人，因的死是应该的。这两个人钉伫十字架，钉了后，兵仔将十字架架伫耶稣的十字架边仔。这两个人甲耶稣同顶，一边一个，耶稣伫中央。耶稣的老母徛伫十字架边仔，耶稣的学生约翰也徛伫十字架边仔。耶稣看见因徛伫遐的时，伊对伊的老母讲：“老母啊，看，你的囝。”伊搁对约翰讲：“约翰，看，你的老母。”这时头笑耶稣讲：“恁看，伊救别人，总是伊袂通救家己。”别人也笑讲：“上帝的囝，你对十字架落来。”安尼，我才要信上帝是你的爸。耶稣伫早起时顶十字架，伊伫十字架顶受3点钟久的艰苦的时，天变黑暗，天变黑暗，亲像暗时写暗。近我耶路撒冷的所在，拢真黑暗。天变黑暗的时，犹太人真惊，兵丁也真惊。天黑暗3点钟久。耶稣受遐久的艰苦以后，伊大声叫讲：“主应对啦！”伊就是领受耶稣讲：“主应对啦”的时，伊有甚物意思？伊的意思是伊的艰苦明白，伊的意思就是伊为世间人的讲已经明白，因为咱世间人死。耶稣讲这句话的时，伊的意思是迄个事明白。耶稣的意思是因为伊死，咱就通得到永远活。